Hello，各位觀眾朋友 ，Ivan 啊，今期節目時間我哋嚟到咗中山三鄉呢一個 location 啦。咁呢一個屋苑咧，亦都俾我哋國內嘅經紀被譽為三鄉第一豪宅，相當於香港半山豪宅一樣噶。大家睇我哋呢一個背景有冇好熟悉啊？大家估下 ，Ivan 直接開估啊！冇錯，就係我哋三鄉呢一個駿景峰啦。相信咧，可能有各位觀眾朋友可能喺度觀望緊呢個屋苑啦，或者係已經入手咗呢個屋苑啦。咁呢個屋苑嘅優勢咧就係半山啦，並且個 view 係非常之靚仔啊！即係揾完成個三鄉或者坦洲都冇呢個景嘅。朝南咧可以睇翻我哋呢邊一個歌賦景、湖景、別墅同埋山景四重景觀嘅。咁朝北呢邊咧可以睇到我哋三鄉一個城市景觀嘅。真係非常之靚，如果大家係喺南北通透嘅個戶型咧，係非常之正嘅。咁呢一個屋苑嘅缺點亦都係有嘅。我哋樓下咧冇咩成熟嘅配套俾到大家啦，基本上去翻隔離嗰邊買餸啊，嚟呢一個大型嘅購物 mall 咧，都係要去到三鄉嘅中心位置啦，揸車抽去15分鐘左右嘅時間啦。所以住喺呢度咧，大家一定要揸車先會更加之方便，並且呢個屋苑咧離我哋呢一個關口啦，亦都係要30分鐘咁上下嘅時間先可以到達嘅。所以好多觀眾朋友入手呢個屋苑啦，都係奔住個景嚟嘅。配套方面其實大家都其實唔係好 care 呢一種啦。咁我哋目前咧主要係賣翻我哋33棟嘅單位咧，有3房同埋4房，都係現樓發售嘅一個狀態啦。包括我哋依家在售嘅33棟，亦都係已經有業主入住咗啦。咁我哋目前嘅發展商都有俾一個低首期嘅政策俾到我哋一個買家嘅。咁正常咧係1.5成首期嘛，我哋僅需先俾3皮嘢啦。咁剩低嘅首期房款咧，我哋就可以分2年免息俾到發展商。當然啦，各位觀眾朋友跟得 Ivan 買咧，我哋都會有額外嘅promo俾到大家啦，會有送我哋家私家電同埋有額外嘅 discount 嘅。好啦，我哋事不宜遲，直接去片。好啦，各位觀眾朋友，我哋依家就跟住鏡頭睇翻你哋日後一個入戶大堂啦。咁大家可以睇下佢成個 lobby 咧裝修得亦都係非常之靚仔啦。當然啦，我哋依家大陸咧門口依家呢邊係冇看更噶啦，基本上你哋7日閘嗰度先有看更嘅。咁我哋點樣入嚟咧？咁我哋呢一個首先我哋未忘記攞鎖匙嘅情況下咧，我哋呢邊有個 Face ID 嘅，咁即係直對塊面過去咧就可以打開我哋呢個門啦。一入嚟嗱，呢一個 lobby 咧俾到大家嘅第一感覺啦係酒店式嘅 feel， 係咪非常之高 level 啊？並且佢係有自帶香薰嘅，所以一入嚟咧係真係身處酒店大堂嘅 feel， 即係完全嘅體現出我哋尊貴嘅業主嘅身份啦。當然貴係有貴嘅道理，但係佢可以俾到你唔一樣嘅情緒價值俾到你啊。當然你想象一下各位觀眾朋友，如果你帶 friend 嚟到，哇呢個入戶大堂其實用入門口呢一刻開始，佢已經係好期待想睇你間靚單位啦，你嘅 house 呢一個成個大堂非常之闊落啦，包括有開放呢一個空調啊，夏天先會開放，即係嚟緊都天氣熱啦，都會開放啦。包括埋擺咗呢一個 sofa 喺度咧，即係你朋友喺呢一度等你翻嚟嗰一刻咁舒服嘅lobby 啦，俾到大家係非常之正嘅。咁我哋再睇翻佢呢一啲牆身咧，全部都係用咗呢種大理石嘅，所以佢喺每一處細節咧，都已經係展現出我哋呢個裝修係非常之正嘅。再入嚟，我哋入邊嘅空間佢都唔會好窄，都係比較闊落噶。就2部 lift 啦，一部貨 lift， 一部客 lift， 俾到大家2梯4火嘅設計。並且呢邊咧，佢係做咗一個照身鏡啦，咁我哋都可以檢查一下儀容儀表，即係酒店式嘅入戶大堂俾到大家。我哋就想去同大家介紹下示範單位。現在我哋就嚟到咗實體示範單位，呢邊係15樓2部 lift 4戶人家嘅設計。首先我哋睇翻我身後呢個 design 咧，就係108平方3房南北通透戶型。其實我哋呢一個屋苑咧個交付標準率係非常之高啦。首先入嚟就有呢一個防火門啦，外加呢一個智能密碼鎖啦，並且佢呢一個咧係可以進行一個
Face ID 一個解鎖啊，非常之高級。後邊咧就有呢一個收納鞋櫃啦，我哋將呢個門關一關佢。其實佢整體嘅收納空間亦都係會比較充足嘅。佢呢一個深度咧完全係足夠，包括咧佢呢一度咧仲加咗呢個金屬條啊！呢個金屬條嘅作用係咩咧？就係驚我哋呢一個鞋櫃咧用長咗時間之後，或者係會南天氣潮濕啦，驚佢爆邊啊，減少佢壽命。咁加咗呢一個金屬條之後咧，就會增加翻佢呢個使用壽命啦。包括佢呢一個鞋櫃嘅深度咧，對鞋亦都可以平放到入去，非常之 OK。我哋睇翻呢一個客廳，呢個客廳開間亦都係非常之闊落啦。呢一個空間感，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個 style 裝修咧，亦都係非常之靚，比較現代化嘅一個設計。並且佢呢一度係做咗風窗嘅設計啦，因為其實依家大陸樓咧比較興一種風窗嘅設計。首先佢一入嚟嘅第一個 moment 咧，就會覺得比較之闊落包括依家嘅景啦。其實好多人買呢個屋苑咧，其實都係奔住呢個景觀而嚟啊！大家可以睇到有呢一個湖景啦、別墅景同埋山景啊。咁再過去左手邊仲有呢一個高爾夫景觀係可以睇到啊。咁其實中意打高爾夫嘅觀眾朋友咧，就會比較就腳啦，一落樓可以打高爾夫。過嚟睇翻呢一個飯廳。呢個飯廳位嘅空間亦都係夠晒大啦，6人位嘅餐台亦都係夠晒空間俾大家去招待親朋戚友啦。並且係一個南北對流嘅間隔咧，打開窗之後嘅通風效果非常之舒服咧。南北對流。飯廳對過嚟呢一度就係 L 型嘅廚房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成個廚房其實佢一個size 咧唔算太大，但係佢呢一個設計已經係夠用咧，洗菜、切菜、炒菜，呢邊放電飯煲啦，有 set 咗雪櫃喺入邊。不過我哋依家所睇到呢一啲雪櫃咧都係交付標準啦，包括馬蒂嘅3件套，亦都係配備埋俾大家。並且我哋呢度咧仲帶咗呢一個廚房嘅生活露台。呢個露台咧可以作為我哋一個晾衫啊、洗衣機啊都冇問題嘅，放喺度。睇下前後係冇遮擋嘅，即係依家係成個三鄉片區嚟講，呢個屋苑嘅 view 係最靚仔嘅。當然佢目前嘅價錢亦都係成個三鄉嚟講最貴嘅。咁其實呢邊一個屋苑最近嘅成交量係會比較低，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相信都有了解過呢一個華發觀山水咧，依家喺度劈價賣緊。點解 Ivan 仲過嚟炒冷飯咧？就因為呢個屋苑嘅 view 咧係非常之靚。如果對景觀同埋樓宇品質有追求嘅觀眾朋友咧，可以過嚟睇睇嘅，就比較適合佢啦。我哋可以睇到啦，呢一個空間乾濕分離嘅設計啦，都係俾咗一趟門咧，亦都係做好晒俾大家啦。不過佢呢啲咧，佢唔算話好靚嘅一個交付標準啦，因為佢連呢一個浴室寶都冇嘅。但係佢品質肯定會比呢一個觀山水同埋我哋遠洋繁花里要高嘅。呢一間房亦都係比較方方正正啦，做咗呢個榻榻米嘅形式。呢個衣櫃呢啲唔係交付標準嚟嘅，即係我哋日後咧就基本上呢啲床褥全部都係冇啊。包括我哋呢邊個 view 亦都係可以睇到呢一個高爾夫同埋湖景、別墅同埋山景，叫 view 係非常之靚仔嘅。所以對景觀有要求嘅觀眾朋友咧，可以過嚟現場了解下。我哋可以睇到呢個房間都係比較方正啦，並且佢都係有飄窗嘅。可以做一個榻榻米嘅形式啦，但係佢呢一個唔係主人房，就係放呢一張咪兒床已經係足夠晒嘅咧。並且都係有預留咗我哋衣櫃一個位置俾大家。重點嚟啦，主人房係非常之闊落，大家可以睇到放咗呢一個超大嘅 king size 嘅床啦，6尺床嚟嘅，咁兩邊 set 咗床頭櫃啦，包括有埋呢個飄窗，並且我哋呢一個單位咧係有2個台嚟嘅。首先呢一個係主人房嘅，並且佢衛生間嘅門口係唔會對住翻休息區呢一邊啦，乾濕分離嘅設計，全部都係膠標。不過佢一個好處咧，如果你衛生間嘅門打開，呢個窗打開之後咧，同我哋主人房係可以形成一個對流嘅間隔，係非常之靚仔。包括我哋呢邊已經係做咗60公分一個衣櫃，收納係完全足夠嘅。
OK，我哋睇完呢個另一戶嚟啦，就去跟住鏡頭睇下其他戶影。如果係首次觀看我嘅影片嘅觀眾朋友咧，可以訂閱翻我哋一個 channel 啦，或者俾個 like 我。我哋依家跟住佢去睇睇。而家嚟到呢一個04 size 咧，係126平方嘅單位，係4房南北套雙騎樓，同樣同款式嘅交付門鎖，一交標嚟嘅。對過嚟呢度就有一個超大型嘅飄窗啦，即係我哋平時翻到屋企可以坐得喺呢一度換鞋啊，就非常之方便。並且有窗嘅袋，由於佢睇翻內側啦，所以個光線會稍微細少少。但我哋可以睇到，其實一入嚟咧係冇預留到呢一個鞋櫃嘅位置啦，所以我哋鞋櫃咧最好就搞喺呢一個飄窗呢個位啦，就唔會佔用我哋其他一個空間。出翻嚟，我哋睇到佢呢一邊啦，就係做咗呢個 Open Kitchen 嘅設計啦，有埋呢個中島台啦。咁其實我哋交付嗰時咧就唔係咁樣噶，到時係有牆身啦，有推拉門俾翻大家，入邊一個空間呢一種 style 啦，大家可以按照翻。如果中意咧，可以按照翻示範單位咁樣去設計啦。嗱，全部都係一樣啦。呢邊放咗一個4人位嘅飯台。由於我哋啱先可以睇到咧，廚房其實佢係冇預留到我哋一個雪櫃位置嘅，所以我哋就將個雪櫃咧就 set 咗喺呢一個位啦。啊，係預留一個雙門雪櫃，其實一個空間仲非常之闊落。啊，仲做咗呢一個餐邊走櫃一個形式。我哋可以睇翻呢邊一個景觀係非常之靚仔嘅。啊，同樣係無遮擋咧。其實我哋而家15樓嘅景觀亦都係非常之 perfect 啦。呢個 view 即係你揾完成個三鄉嚟講都好難有呢一種景觀嘅。啊，當然啦，呢個價錢咧亦都係讓好多買家望而卻步嘅一個原因。價錢會稍微貴啲。啊，呢一個睇到非常之寬落嘅客廳。啊。係會非常之舒服咯，非常溫馨啦。如果大家咧翻嚟大陸 hea 啦，想過得他條啲咁呢一啲 size 可能就會啱大家。同樣係做咗呢一個風窗嘅設計。不過呢一個景觀嚟講，可能冇啱先個景會咁靚仔。點解？因為我哋係兩棟樓之間咁樣望出去，啊中間咁樣就太過於局促啦呢一個景，但係都係 OK 噶，起碼我哋可以睇到成個山景嘅 view 係會非常之靚仔。好啊，包括呢一啲電視背景牆咧就唔係膠標嚟嘅，後期咧係我哋呢一個白色嘅乳膠漆俾翻大家。入嚟右邊可以睇到啦，呢一間房係會比較闊落噶嗱。其實佢呢一邊咧已經係預留咗一個衣櫃位置啦，嗱，包括呢一度咧已經係放咗一張6尺牆，兩邊 set 咗床頭櫃，啊呢一個空間，啊咁其實我哋呢一個空間會相對嚟講會比較闊，因為其實佢呢一度原本係一個陽台嚟嘅，即係佢會同我哋啱先主陽台嘅打通嘅，但佢呢一個發展商咧就將呢個示範單位封咗咧，將呢一個陽台封咗就做大咗呢一間房咧，即係將佢原本呢度有個推拉門嘅，佢就拆咗褪咗出嚟，所以呢一間房嘅空間就大咗好多。所以大家有需求咧，都去按照翻佢呢一種 style 去設計啦。啊，呢一間房就可以做書房啦，因為佢呢一度咧空間會睇細少少，因為佢呢邊係做咗一個書架咁樣啦，呢個擺設啦，呢一啲收納空間係啦。空間係夠可以做書房或者做翻一間客房都冇問題。呢一個就係公用嘅 toilet 啦，咁乾濕分離嘅設計啦，採光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呢啲全部都係膠標嚟嘅，其實冇咩好嘅介紹，因為佢呢一啲咧唔係話好好嘅牌一啲進口嘢啦，我哋就忽略不計。呢啲係牆身係做咗呢一個牆紙嘅，咁我哋後期膠標係白色嘅乳膠漆嚟嘅。對過嚟呢一段就有一間房，呢間房其實佢都係做得比較方正啦，包括有埋呢一個飄窗都係全贈送面積。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啦，我哋每日一瞓醒咧，擘開眼嘅嗰一刻咧，睇到出邊嘅景係一望無際嘅，包括係可以睇到山景啦。可能今日嘅天氣咧就會有少少落雨啦，天氣就冇咁好，相對嚟講會比較灰蒙啲。所以 Ivan 咧都係想拍呢一條片俾到大家睇下呢一個雨天嘅一個效果嘅 view 到底係點樣？對過嚟就係主人房，
主人房首先啦，都係有佢入門左手邊呢一個就係公共衞生間。成個空間感係會比較闊落啦，並且衞生間嘅門口係唔會對住我哋休息區。或者係入嚟呢一度咧，仲利用咗衣櫃個位置啊！呢一度仲做咗一個儲物啊，放下啲包啊，或者放啲書，或者放你兩公婆嘅相喺度，係嘛？點綴一下入嚟嗱，呢個係放咗 king size 嘅床啦，比較大，兩邊都係 set 咗床頭櫃，包括佢已經係有預留做咗我哋衣櫃一個位置啊，成間房嘅空間會比較闊落。嗱，呢一間房咧嘅景觀係會俾到各位觀眾朋友驚喜嘅，大家可以睇到嗱，高爾夫、湖景、別墅同埋山景四重景觀。嗱，呢一啲景觀喺香港啊，呢一套單位起碼都要過千萬嘅啦。但係你喺呢一邊買咧，真係百幾萬就可以擁有，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即係你每日瞓喺度，一擘開眼就見到出邊咁靚嘅景觀，心情都 enjoy 好多啦。OK， 咁呢個咧就係我哋126平方。我哋而家跟住鏡頭咧去睇下我哋細面積嘅單位。我身後呢一個 size 咧就係靈窯型80個平方個3房1廁。大家有冇聽錯？3房1廁啊！咁隔離呢個單位就已經賣咗啦，已經係有買家，已經係進行一個裝修嘅階段啦，係嘛？其實基本上咧，我哋發展商係包裝修交付，包括埋入門呢個鞋櫃都係交付標準嚟嘅，所以咧其實都唔使話太去花太大嘅功夫去做裝修呢樣嘢。當然啦，自己買得層樓想執靚啲係好正常嘅。入翻嚟我哋第一眼睇啦，呢種就係樹廳嘅設計啦。呢一個空間亦都係比較舒適嘅，即係呢一個單位就享受型嘅，即係89平方做3房1廁咧，即係大家都聽到比較多啦。89已經係做3房2廁嘅，所以佢做3房1廁佢注定係失敗嘅。但係佢可以喺呢一啲餐客廳個空間呢一種闊落係補償翻你，並且係有咁靚嘅景俾大家，所以係以景補償翻。呢個廚房我相信。89平方咁大嘅廚房，你喺成個中山、珠海都好難揾得見有咁大型嘅廚房，並且有大獨立嘅一個生活露台。所以佢呢一個雖然佢係一個 toilet 啦，但係佢喺各方面空間補償翻俾你，係一個享受型嘅單位俾到大家。有預留雪櫃位啦，全部 set 喺入邊。呢一個開間亦都係夠晒舒服咧，可以想像一下各位觀眾朋友，你哋每日北上翻到屋企啦，係嘛？咁肯定 hea 下咧，坐喺呢度摁下腳睇下出邊啲景喎，真係好正啊！並且都係做咗呢一種風窗嘅設計啦，兩邊啦 set 咗呢一啲儲物嘅空間啦。咁因為佢風窗咧，佢就將呢一個洗衣機啦，同埋晾衫嘅位置就放咗喺我哋廚房入邊一個生活露台嗰度去進行放嘢。但我哋呢度咧就齋好似做咗呢一種台咧，喺度飲下 coffee 飲下嘢，欣賞我哋窗外嘅美景。大家翻嚟大陸買樓，無非就係想擁有咁靚嘅景觀啦，夠晒 hea 啦，咁他條因為大家喺香港或者係深圳都未有試過有咁舒服嘅一個屋苑因為香港生活唔係深圳嘅生活節奏比較快。點解咁多香港同埋澳門嘅觀眾朋友中意翻嚟珠海或者中山退休住嘅？因為呢個係比較 hea 啦，就冇咁大一個壓迫感。我哋睇下佢呢一個 toilet 咧係做咗一個關濕咧分段嘅，就將呢個洗手盆嚟咧 set 咗出邊啦。入邊咧就係我哋淋浴區同埋坐廁啦，同樣都係有明窗，唔係黑廁嚟啊！大家唔使擔心。呢個有一間房，呢一間房就稍微細少少啦，因為佢畢竟都唔係主人房，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因為其實好多觀眾朋友咧，係夫妻雙方買嚟住嘛，可能係細蚊仔間中先翻嚟1-2次，所以咧佢可能呢一種單位佢都啱嘅。我哋睇下主人房，主人房先係重頭戲。點解咁啊？因為佢係將2間房box成1間房，成個空間係好大嘅。佢係將1間房做成咗我哋一個獨立嘅衣帽間俾到大家。但係你冇覺得佢好差喎？當你坐喺呢一度，幫你女主人坐喺呢度梳妝台化妝嘅時候，你睇嘅欣賞到嘅係窗外嘅美景俾到大家。呢一個屋苑咧，
最大嘅好處就係俾到呢個景大家睇。價格方面咧，你喺呢度買一套咧，你可以去觀山水買2套甚至係3套噶啦。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大家去考慮嘅原因，即係到底值唔值得入手呢一度啊？嗱，King size 嘅床啦，兩邊放咗呢個床頭櫃，並且嗱呢一個景觀都係一樣嘅，睇到啦，過湖啦、湖景、別墅同埋山景啊，非常之靚仔。OK， 今期咧33棟依家主要賣嘅3個單位就已經帶各位觀眾朋友睇完啦。當然啊，目前嘅價錢係會稍微貴少少，但係佢貴咧，亦都有買家為佢而去埋單嘅，就係因為呢個景同埋呢個屋苑嘅品質係會相對於對比呢一個觀山水啦、繁花里啊，甚至係花城中澳嗰啲都要高嘅。關口咧，其實如果我哋北上嘅情況下咧，喺呢度翻到關口其實都係3個鐘左右個時間嘅啫。OK 啊，咁到影片嘅最後啦，都係嗰句啊，如果係首次觀看 Ivan 影片嘅觀眾朋友咧，可以持續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啦，或者俾個 like 我，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